咱台湾的友邦帛琉今年3月获海客攻击，超过2万份的政府文件泄露出去，其中也包含台湾和帛琉之间的外交文件。帛琉总统惠恕仁就表示，所有证据拢指向是中国伫背后变鬼变怪。纽约时报也讲，这中国无排除要利用属金软体组织，把台湾变作是政治孤儿。学者分析讲，帛琉11月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咯，无排除是中国想要经过惠恕仁。 Palau is open to tourism.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. 近前来台推电观光，友邦帛琉总统惠恕仁甲台湾关系密切。几啊摆伫国际公开发言平台，即马传出今年3月帛琉遭遇重大网络攻击，超过2万份政府文件外泄，包括秘密机密资料，抑个代表关系细节文件。纽约时报引用帛琉官员甲专家分析，中国无排除利用勒索软体组织实现孤立台湾等政治意图。 外交部已注意到帛琉近期遭到网络攻击事件，已掌握相关资讯，并透过驻馆了解媒体所称泄露文件情形。 帛琉总统惠恕仁表示，所有现象拢指向中国撤回网攻的方向。也毋过，中国却否认指控，批评帛琉伫咧抹黑。学者分析，即摆勒索软体组织偷摕资料了后，无注重谈判属性问题，加上帛琉位伫西太平洋重要战略位置，中国一直想要乌白角，而且11月就是帛琉总统大选，无排除是想要恐吓优待的惠恕仁。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想要争取帛琉这个邦交国，当然就可以更加的鼓励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。是否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，然后去影响目前的一个帛琉的一个总统大选？ 中国正前特别向帛琉开出介绍，讲会停办所有帛琉饭店房间，也答应当年投资2000万美金，换帛琉放弃甲台湾的邦交。学者表示，美国伫帛琉有军事设施，那台海发生冲突，帛琉位伫防卫台湾的重要航线顶，即摆帛琉互海客攻击，也会对美国造成安全的威胁。真有可能是中国对帛琉理由无成，想要改用其他方式施压胁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